你同意啊？定搁再娶？我当然嘛同意，啊，毋过哦，爱看对象是啥物人啊？假使是一个真普通的查某人，我感觉配合嗲袂起。啊，毋过假使这个人是原娘子啊，阿嗲，我知影你心肝内哦真介意原娘子啊，啊，毋过你哪毋甲伊坦白的？哎，莫再互白讲啦！蔡金甲月娘早就婚约伫个啊！阿爹，阿伯拜堂成真正经哦，拢无准算啊！你哦，爱趁这个时阵，紧甲原女子啊讲啊！啊，若无你失去这个机会，我惊哦，你会后悔一世啊！你个死贼乌龟啊！阿爹的代志哦，阿爹家己会处理啦，唔免你甲我管啦。哦，这是你讲的哦，我是为你好呢。你无当原娘子嫁别人，再来过后无甲你提醒。啊，对啦，爹，拄啊伫咧遐尼侪人的面头前，你要邀请阿辉甲阿南来咱遮做代志，开出来条件遐尼啊好，而且阁遐尼啊有诚意，要甲清源社的人合作。奇怪，这原娘子啊，连一点反应都拢无，连到甲问题拢扫到蔡社主。这个蔡社主嘛真奇怪，伊也毋问阿辉甲阿南的意见，煞反倒转来宣布讲伊要甲原娘子啊成亲的消息。阿爹，你敢无感觉这件代志有一点仔蹊跷？什么蹊跷？李小姐，阿兰，你摕包我要创啥？我你要离开遮？胡小姐，真歹势，爱甲你讲一声，阮即马随便来走，袂住遮。为什么？你毋是住来好势好势？阿姆，是安怎？我阿爹都已经安排好势啊呢，伊希望会当请阿辉甲阿兰来阮官爷做代志啊。我昨甲恁讲遐话，恁可能就安怎？好，哎，安尼真好啦，副院主啊，啊有通啊大锅，有通啊食，阁有工课好做，我无意见，后尾你咧。副院主，承望你看会起我甲阿兰，我心内真感激。也毋过，迄群李嫣食头路的代志，恐惊会一个月好伊。是安怎？是毋是条件无好？我阿爹伫咧遮，你会当甲伊讲啊清楚啊？副院主，敢讲你是要来甲我同齐来抢人？我是干那想讲，要互阿辉因知影，到底是应该投靠阮清源社，或者是军李咧？陈辉你啦，只要你若肯投靠我昆怡嫣，恁开这条件，我拢答应你。阿辉，阿辉啊，副院主，我姑娘，恁两位的好意我拢知影，但是我无想要互恁为难。不管是昆怡嫣，也是清源社，阮拢袂去。啉水啊！你徛水路边啊！哎，啊，你有啉无？有啊。安怎？你受伤诶？阿辉啊，咱两个哦，因讲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啊啦。你要做任何决定哦，为啥不甲我参详一声？哎，咱毋是讲好啊？讲要靠家己的双手，靠家己的本事来拍拼。啊好啊啦，你莫讲我遮尔济啊啦。你讲要靠家己的双手开垦种作，安尼真好啊。无你甲我讲嘛，咱的地伫倒位？哈？开垦敢免需要技师低头咧。咱即摆连要挣这钱，都毋知伫倒位啊。你搁声遮久讲要靠家己，开垦敢是用谁讲的是？就算讲哦，你不挽屈原主啦，也毋过咱至少会去清源社。但真正好啊，恁两边拢袂去啊。以后咱是要靠啥物食穿啊？我知啦，我安尼大主大意哦，替你做决定，你心内一定会袂爽快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大个吼，向你赔罪啦。啊你，哎，啊好啊啦，三八兄弟，你跟我来这套啊？哈，你当作我巴顿遮尔下心？啊好啦好啦好啦，
你是大个嘛吼，你讲要靠家己的本事去开垦种作，我就听你的嘛，靠双手，安尼样，吼。啊，这敢真正无人大哟。阿母啊，看这个办事哦，确实是无人大啦，你会用放心大落来啊。来，阿母啊，来，食济啦。哈那安尼吼，咱当家的公妈吼，就会当安尼暂时吼安厝踮咧遮啦。像阿母，这段时间委屈你。对呀，啊你哪会讲安尼啦？咱安尼为长山吼，倒来到台湾，逐工都过着安尼夜，行的日子。即马吼，总算讲会用光明正大安尼大落去啊！阿母已经心满意足啊啦。阿母，不过我跟你讲哦，这是暂时啊。我准来赚到钱啊，我一定起一间做大间、做水的厝给你住。后辉啊，咱会用认命，绝对袂用认输的啦。你有这种吼，抱着这么大的希望，阿母实在是足欢喜的。来，阿兰啊，啊？恁两个吼，都爱永远会记这摆的教训哈。啊，绝对哦，爱脚踏实地，好好啊做人，千万唔通亲像讲吼，伫咧长山咧吼，犯袂输盐迄种代志，搁做会出来哈。啊你放心啦，有一边的教示哦，我唔敢啦。哦，你讲对啊？迄当然嘛，就起码吼，袂有官兵安尼热个地裤骹去啦。啊来，不要吵，不要吵。给他靠边边。小姐，啊你是安怎啦？你爱啉茶无？你若是有心事哦，你再甲我讲啊。阿玲哦，再替你想办法哦。这你讲的哦。来，阿玲啊，你即马落去街仔路探听看卖啊，阿辉伊即马人伫倒位开垦？啊要创啥？哎呦，你哪会遮讲啦？不伫你紧去啦，先去再搁讲，紧嘞，哦紧去。哦。阿郎啊，你看，这个地有水无？有水无？只要咱好好开垦，这个地就是咱的啊。咱的哪有可能啦？无问题啦，我问件啦。伫阿里在这个所在啊，搁有土匪出现，啊，搁风高妖啊，无人敢来，嘛无人要来啦。只要咱好好啊开垦，这就是咱的土地啦。你看，你看来啥？有啦，啊，就看你的手伫安尼，会来去尔啦。哎，阿郎啊，啊，你啥拢无看到哦，但是我看到的，是咱的未来，还有咱的希望。阿兰，你放心啦，只要咱兄弟共同打拼，早晚伫柑仔兰有机会出头天啦。啊，咱即摆连家私都无，是要哪个人开垦啦？哎，你是咧讲啥？路是人行出来，田嘛是人种出来，安怎？敢讲你对你家己无信心是？像讲的啊，做就做啊，想行想，来啊！来。你别想办，我要办啦，我这边啦。哎好了，来，我找大哥。闻到吗？好啊！过来，好，
哪会讲安尼济啦？是要办好死哦？歪办啊！阿兰，是安怎？手机挂掉？啊，无啦，咱那办哦是办到什么时阵啦？规气哦，放火甲烧烧的啦。放火伤危险啦，万一规片抓去互咱烧去，你也上手啦。歪啦，我歹办啦，无定定哦，这门板煞，你变个生得出来是要安怎啦？安尼咱来较困难一个啊，来来。歪刀歪办啦，我歹办啦！苦小姐，啊，你奶奶家嘞？来，物件紧摆出来，上好势。你创啥？我送物件互你食。哦，苦小姐，你的好意我知啦，也毋过我无时间食啦，我爱赶紧挽草啦。免遐赶紧啦。阿华，你去倒三工，甲遐草慢慢的，紧嘞。哦，等，唔通安尼，唔通安尼。苦小姐，开馆是我家己的代志，哪会靠别人咧？唔通安尼啦。啊，毋过你总是爱食饭啊。人讲食饭皇帝大，无食哪有气力啦？来，先食饭，来。来。先啉一杯茶，来。多谢。你的手，你安尼空手挽草，手拢破皮啊！我看卖啊。无啦，无要紧啦，小可代志，无碍事啦。胡小姐，我知影你真关心我，嘛对我真好，也毋过我想要靠家己，无想要靠别人。你对我的好，我会放在心肝内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做互你看啦。我无时间，我来挽草。后生，过两天啊，我就要叫我的大孙仔娶囡仔。伊敢是我心目中理想翁婿的人选？我到底有应该嫁无？请菩萨甲我指引一条明路。既然甲拜神求禅师，神就已经予你一个指示啊，你是哪要搁跳？家己签讲的拢无共款，连生命都唔知影，要哪问有结果？你求什么？你真是要叫我娶囡？查某人到尾啊，拢嘛是都爱找一个归宿，敢毋是安尼？我对，真讲你要嫁人，嘛要选一个对象。你若叫我娶囡，你是绝对袂幸福的。副院主，我不准你批评蔡社主。我再讲，要嫁唔嫁是我的代志，唔免你操心啦。真乃应该讲，甲我是无关的。婚姻是你一世人的代志呢。我明日目睭金金，看你来叫我娶囡，你嫁你根本就袂幸福。我对，让我来照顾你好无？副院主，你较清醒好无？你敢知你即摆咧讲啥？我一向真敬重你的做人，请你较自重。拄我讲遐话，当作我无听。月娘啊，月娘，月娘，
工具、无证据，是要哪开垦种做？袂用哩，我会想办法赶紧趁钱较要紧。哎，歹势哦，你敢知道有欠骹手？哦，你会使去清源社还是军医院迄个脚有行吼，试看卖者。啊，多谢了。这批布料质感真好。哦，这块布料若摕转互阮姊仔做新娘衫，一定真水啊！阿成啊，我先转去清源社一转，啊，小等下哦，你发落骹手，甲这布料送去罗东中甲报庄知影无？哦，好啊，好啊。会记咧？哎，唔对咧，阿财无来，欠一个骹销，啊，这个货是要叫谁送啊？我去。咱的地伫倒位？啊，开垦敢免需要技师低头呢？咱即马连要种这钱都唔知伫倒位啊！你搁写句有讲要靠家己，开垦敢是用谁讲的是？但是甲这个部地去卖掉，种子甲技师都拢无问题啊！袂用哩，我昨昏过暗袂用搁再犯过去的错误。唉。啥拢无看到，但是我看到的是咱的未来，还有咱的希望。阿兰，你放心啦，只要咱兄弟共同打拼，早晚的甘仔兰有机会出头天啦。看到阿辉抱着这么大的理想，我一定要帮助伊达成伊愿望。暗人嘞！哎，啊，这是啥物？阿辉，那你讲你看，这是杭州上好的时啊呢，搭真侪钱呢。一声哦，咱所需要技师甲经济拢无问题啊啦。这时啊是为倒来啦。你莫问遐济啦。阿兰，我问你，这为倒来，你去人偷摕着无？你毋是甲我讲好，咱要脚踏实地好好重新做人，你若愿意做这样代志？阿辉啊，我安尼做嘛是为着咱以后呢。你想看卖哦，咱即马啥物拢无，是要来甲咱开垦种做啦。是啦，我是有讲过啦，要收脚洗手，无还阁行歹路。也毋过现实真残忍的呢，无技师无种子，咱是要来甲人讲未来啦。啊，着拄好清源社哦，有要甲部送去罗东。我想我再真好机会，我毋知去头因的部。优秀啊你！你讲这部是为清源社偷摕来哦？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啊，着拄好清源社哦，有要甲部送去罗东。我想我再真好机会，我毋知去头因的部。优秀啊你！你讲这部是为清源社偷摕来哦？对啊。喂，人五姑娘对咱就稳，都替咱做保，咱才会做这客气。你竟然稳上收保，去偷摕人的保！我嘛知影五个人对咱有恩情啊，只毋过咱只是暂时提伊用用的，等以后赚到钱才相陪害就好啊。
免个，你对我来去。哎呀，要去倒位啦？赶来去刑部啦！哎呀，我歹去啦！阿兰，我甲你讲啊，我真无简单摕到手，你无甲我感觉到准煞，搁甲我骂。我甲你讲啦，这个布我要治啦，你若卖吼，我甲你摕去卖啦。我知这段日子无钱真歹过啦，但是咱要散，嘛要散了有志气。过去伫漳州真歹讨食，咱才会去偷尔。不过即摆伫台湾，咱用个平安家己双手趁钱啊！敢讲你阁想要倒转去过迄款破风大道的日子是？咱即摆阁少年，少年就是本事，只要咱肯拍拼，肯吃苦，惊迄后摆趁袂到钱是。要毋过，这个布拢共摕转来，是要摕去用啦。这不简单，我陪你来去啊！阿班啊，我甲你讲哦，罕见这大步事小呢。啊，毋过这话若是传出去，会影响到咱青湾社的声誉。后摆什么人敢上会，交互咱青湾社运送哈？小朱，婉娘啊，你也莫生气啦。阿班嘛希望讲看会当互你欢喜做新娘无，所以伊毋带。你免替讲情啊，做毋对代志，本来就应该爱处罚。我来请家法。老社主，地处5万呢，即马我要来请家法，假释办事不力的温度5万。姐，你也讲唔对的，我恁小弟呢，我安尼就拢为着你好呀，你要搁照无来，姐啊，姐，叫，无叫你要死叫，大叔呀。什么人啊？替讲者，我就同齐拍。滚！小弟们，小弟，我告你，蔡社主。这敢毋是阮准备要送伊罗东天地王遐部？啊好啊！阮即摆当你烦恼讲找无迄个卡夫，想袂到你家己走出来一面，原来这步都是你偷摕。报告你，蔡社主，实在真歹势。阿南一时起了贪念，才会偷摕布。今日阮专工甲布摕转来青湾社，向恁赔罪，真实的。死命就讲伊台啦，死命，枉费啦！枉费讲阮只也收留你，佮替恁做保啦。想袂到你咧稳重受无，无感恩无同情，佮偷摕阮的布，交我来见我，行啦！你咪创啥？行啦！创啥？交我来见我啦！哎呀，我布拢摕来行，你是要安怎啊？早就知哦，我就袂甲布摕来行啊啦，你就永远查袂到。阿南，我安尼讲啦，是恁先做唔对。蔡社主，念在阿兰是初犯，请唔通报官，若无你感觉兰伊真歹徛起。好啦，什么你初犯？恁两个杀人放火就敢做啊？佮敢偷摕阮的布，真正是罪该顶啦！姐，这款人哦，一定要甲抓好关起来再用的啦。你阿兰，你安那？你菜到人啊你呢啊？干你！姐，这敢有通着你出声呀？去边啊！这件代志，都要看阮社主伊要安怎拍算。看伫月亮份上啦，报官代志就算了啦。不过阿南是我青湾社的卡夫，伊所担是我青湾社的会，就应该照青湾社规个处罚，甲鞭打20个啦。我为什么受到恁的侮辱啊？哎，你偷摕人无在后摆，搞他！喂，你青湾社凭什么动用私刑啊？你就是你家己就伤法。我甲你讲，我袂让你糟蹋掉啦！阿伟，咱来走。阿南，你听我讲，你家己来，安尼啦，我来求蔡社主，看会当用别个方式来补偿我哈。你要走唔走？你唔走是唔是？好，我走。你大人，大人，阿南，阿南，阿南，快，快跑！阿南，姐，好呀！
是一定爱安尼想。咱做唔对代志，应该爱想法讲唔对。但是你的方式，甚至想超过啊！阿辉啊，你更讲啊济啊啦！伊根本就唔是叫你青湾社，过去哦，干做青湾社去杀人啦！好啊！我讲，今仔无互恁一个交代，你是袂放伊煞。阿辉，你要创啥？一切过错，拢算在我身上。这个手互你，算是我替阿兰赔罪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一切过错，拢算在我身上。这个手互你，算是我替阿兰赔罪。你阿兰，你想做哈？咱是要赔罪，唔是要武力的呢。大说讲互武力啊，慢慢做下动手啦。我真个对足失望的，用这种这老鬼方式来救这青湾社。我跟你讲，我阿兰嘛唔是人吃的。阿兰，你莫过来啊！我用这个卡来害你，还要搞我！阿兰，你想过啦？我无需要你关心我啦！什么？本来我都无需要甲你赌这赌啦，就是因为你，我甲你当做大兄同款，让你相信你。结果我得到什么？我得到的是这世人从来唔捌受过的武力甲糟蹋。我真后悔，我真后悔听你的话，甲无摕来用啊！好啦，真是的，我无想到会这种结果。我虽然知影吼，这刀我干嘛替你收啦？你别听假好说啊啦！你嘛免搁伫遐讲一寡人情义理啊！我甲你讲，人本来就是现实的啦，每一个人哦，拢是看悬无看低啦。千万是，你我的武力甲糟蹋，这个会我吞袂落啦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十倍对因心上甲讨回来。好啦，你别乱乱使，你别乱乱有代志，你较冷静，我替你看伤。你想过啦？过去，我就是太相信你的话啊啦，我一心想要甲你同齐打拼，结果。啥物拢无得到，我遮尔戆啊啦！你就当作我无来过台湾，你行你的路，我要靠我家己的方法站起来。我都唔相信变我你人，这世人用看衰啦！阿兰，但是事实上，咱即摆就伫台湾啊！你听我的，只要咱肯打拼，肯努力。但一定会出头天的啦！出头天！以你这种惊死惊命的个性，你是无可能有出头的机会啊啦！迄个开困，你家己一个人去啦，我无要把你送落去啊啦！以后你行你的路。我过我的桥，我你男的生的死，拢跟你无关系啦！什么？阿兰，你不能把我当作大兄，拜托，留落来，别走，我无兄弟啦！我跟你讲啊，你还搁过来，我对你无客气啊！阿兰。是感觉足遗憾，不过我安尼做嘛是不得已。我较算是无安尼处理，阿兰恐惊就难逃比上官府的命运。只是我想要到讲阿兰，
竟然会安尼伤害家己，真是的。无讲了，莫搁讲，我无怪你，这件代志就到这为止。阿兰欠你的，伊已经用伊自己家用人啦，互相无欠债，够是。阿伟。咱这电话是要拜访啥？免问遐尼济，对我来就知影。是。师傅，是阿南呢。赶快来！阿母。阿南安尼自细汉无爸无母哦，伊拢听你的呢。你叫王东，伊毋甲王西遮尔乖的囡仔，你安尼带伊来台湾，你无好好照顾伊，即摆人走去倒位都毋知影，骹阁着伤呢。万一吼这巴肚若枵，也无饭通食，要行都行袂倒转来，你心肝来遮凶啦，因你小弟呢。阿母，你莫安尼啦，拢是我唔好，是我无认真，互你甲阿南过好日子，才互阿南去偷地步。阿母，你放心，我会去求阿南转来，以后吼，我会搁较骨力去开垦打拼，互咱一家卖食会饱，生活无问题吼。这是什么所在？阿老，你正是啊？关主，了解啊。关主，这是什么所在？我哪伫遮？这是我昆医院的客房。啊，就你受伤啊，倒伫我昆医院的门口口，我派人甲你扶入来，也叫大夫甲你看。多谢。你脚受伤了，比你严重，安怎？甲冤家是？啊，阿辉哪无甲你做阵啊？这拢是过去的代志，无啥物好讲的。副院主，你讲过要我甲阿辉投靠军医院的代志，敢有准算？这咱两个讲看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礼拜过冬，夫妻对拜，生日同房。坐遮坐好哈。小子，伊嘛在看你咯。小等者。
你今日真水呢！你哦，是我心目中上要娶的新娘。过去哦，我安那想无可能你会答应我，想要到今日能娶到你，我这世人无遗憾啊！我娘啊，我知我家还无路用，袂当照顾你，反倒当拢来照顾我。 啊，不过吼，人讲夫一切为贵，我以后一定要听你的，去学做一个好翁婿。好，你莫阁讲啊啦，我相信你。大叔呀！原来是做梦，无下班啊！ 我安那长咧做梦，梦啊长煞拍。你啊大细大花，你是着搞哟！啊，我唔是叫你放贴啊，你插咱某诶？无啦，啊，着阮姊啊吼，阮姊啊着讲，啊啦，敢讲恁姊也无你去哦？嘿啊，我拄仔要出去发贴啊，阮姊啊甲我挡咧无大紧哦，佮叫我这贴啊拢袂使发出去啊。哪安尼？大叔呀，我讲了你莫生气啦。我看阮姊啊迄个办事哦，敢若无会记哦。哪会使安尼？我话已经放出去啊咧，啊马上就要举办婚礼啊，伊哪会使这么反悔？袂使，我要催。大叔兄，啊你即摆去找阮姊啊，无效啦。当时到就到啊，啊到时伊若唔嫁我，我唔当跟他会死。袂使，我一定要催。甚至哦，甲球甲水拢无要紧。大叔兄，啊当阮姊啊你个性，你也毋是唔知影，你即摆去甲规甲球，敢有效？当时要安怎？大叔兄，过去你对我袂歹啦，啊我5万呢，免也有可能讲你这个时阵跳走，见死不救啦，对无？你有办法？大叔爷虽然较软正，较无担当，毋是一个理想的翁婿，啊，毋过伊是一个心地善良又搁故意的人，我无道理讲毋介意啊。啊，毋过即马一声要变做伊的新娘，这叫我是要安怎接受呢？ 大叔呀，社主，好啦，卖啦卖啦，社主啊，大叔呀，来啦，卖甲叫啦，我听要哪做？卖，大叔呀，大叔呀，我小姐，你是咧创啥啦？你是食饱伤阳无代志做，即摆是咧创啥？姐啊，你甲社主苦劝一下啦，社主讲要甲老社主的规矩收掉啊，佮讲要甲咱青花社改善，家己要出点食菜做袂成啦，紧个苦劝一下，紧啦！大叔呀，你是咧起笑哟？ 千万社是人社主辛苦建立起来，你若我改善就改善咧，你听我白讲啥？来，为数我，进来，进来。闪开啦！反正哦，你拢看不起我啦，我讲话无人要听啦，不如歹做啦，小点啦。你别个小调大叔呀，你是咧创啥？我小点啦，你是咧创啥？大叔呀，你较冷静一下好无？你讲啊。 咱清源社顶顶下是倒一个对不起你？哈？你讲啊！我甲伊叫来面头前，甲你赔不是？后人讲也天少打，马早一个人敢赢。什么啦？就是姊啊你啊！我姊啊，啊你唔紧叫社主，啊社主想袂开，所以唔怎的。 大叔呀，你哪会遮戆啦？我无怪你，我家己无路用。当年阮老爸要过身以前，就是未放心讲伊手辛辛苦苦建立起来青源社，毁伫我的手头。所以才做主，互我甲你带进门，希望阮阿某会当斗阵，互青源社继续传落去。你即摆唔嫁我，
我也无想要逼你，偏偏我搁对阮老爸有一个交代。我想想咧，不如甲青湾社解散掉，我来出家食菜做和尚，逐工念经来向阮老爸赎罪。你叫啥名呢？万良，小翠，万良，我话拢讲出去啊，你袂即摆记住啦吼？大叔爷，大叔爷，我你是袂要搁讲你命中带线，对毋？无要紧，你看，大叔爷，你放心，我命真硬的啦，我命中带双亏啦，我唔惊人克着啦。只要你会当配合我吼，会当做一对夫妻吼，我就心甘情愿啊啦。嘿啊，你后悔一世人，我哩，我无爱你无命无分，来咱清官社。只要你来配合我，你就是名正言顺的社主夫人，你就会当光明正大接管清官社，吼。对啦对啦，社主安尼讲无唔对啦。你两个毋是讲希望阮姊仔叫社主，毋着赶紧甲社主斗相共，甲阮姊仔求情啦，救命！国公娘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，国公娘，你紧起来，国公娘，姊仔，我嘛甲你拜托啦，姊仔，拜托你叫社主啦。恁紧起来啦！你是咧创啥？姊仔，我拜托你啦，若无社主就上袂几啦，拜托啦，姊仔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我来关伊是来做代志的，你带我来茶房要创啥？当你是毋是会当留落来，都搁一个问题咧。唔管什么人，若是入来军医院，都是要伫下骹手的工作开始做，包括你嘛同款，把这个茶破破咧。啥？你叫我做下骹手来工作？安怎？你不爱做，会用啊？大门无锁，你不三时拢会当走，无人会甲你走动。我甲你讲，你若是要留落来吼，你就是要听我的，把这个茶全部破到完。你若破无完吼，免想要食饭，走啦！哼。社家主伫我身上不了甲糟蹋，我一定要十倍对身上甲讨回来。我一定爱你，无论如何我爱你，我一定要吃一口气。总有一天，甘嘛拢是我的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